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神拣选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身上展现他的丰盛与荣耀。阿们吗？阿们。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一起来拍手。将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依靠相信的人，安慰被爱的人，报告他的恩典将要来到。看你们的口，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我们是神所喜悦的器皿，阿们吗？我们记起来唱。主耶和华，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将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依靠伤心的人，安慰被爱的人，报告他的恩典将要来到。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我们一起来宣告。被掳的释放，被囚的主监牢，因耶稣的名，神迹要发生，瘸腿的要行走，瞎眼的要看见，耶稣在这里，天国在这里，一起有信心的开口来唱。被掳的释放，被囚的主监牢，因耶稣的名，神迹要发生，瘸腿的要行走，瞎眼的要看见，耶稣在这里，天国在这里，耶稣在这里，天国在这里，耶稣在这里，天国在这里。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再次心情发光，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把掌声献给我们的神，谢谢神呼召我们成为他荣耀的器皿。阿们。是的，主啊，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挑战，
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样的困难，神的爱永远都没有离开我们，也没有人可以与我们的爱跟你隔绝。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神伟大的爱，何其长阔高深，竟不离弃他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神成唯一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哦，神伟大的爱，神要听见我们的敬拜，何其长阔高深，竟不离弃他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神成唯一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更有信心的唱。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只是你如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
生命献上，跟随神。哈利路亚！我敬拜你，在至圣地，献上生命当作活祭，主激发我与你亲近。耶稣，我要更认识你，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支持你路，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支持你路，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更有信心的来开口，我敬拜你，在至圣地，献上生命当作活祭，主启发我与你亲近。耶稣，我要更认识你，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支持你路，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支持你路，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支持你路，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我全心跟随你。主啊，求你指示，支持你路，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支持你路，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是的，主耶稣，我们敬拜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愿意为我们舍上你自己。谢谢主耶稣，你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来亲近你。主啊，愿你在我们的当中设立你的宝座，愿你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也愿你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敞开心，来欢迎邀请主耶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你的施恩座前，让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得恩惠蒙连续，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求你再次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涂抹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来除去我们心里面一切的担忧，也把我们一切的软弱，把我们一切的贫穷，把我们一切的缺乏来带走。
赏赐给我们的是你的健壮，是你的平安，是你的丰盛，是你的喜乐，是你的富足。愿主你大大的充满我们每一位。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祷告和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这是我们要来邀请我们今天有一位见证，是我们的教会的年轻的执事陈汉执事啊。我们这时候一起拍手来欢迎陈汉。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好，我是陈汉。好，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信仰历程里面，然后一个是很感恩，然后也是很重要的转折。对，那就是神带我回家的见证。好，那我是第一代基督徒，然后高中的时候来到迦南教会，但当时呢，就是因家里的信仰不同，然后爸妈会觉得你现在是学生，然后应该要以课业为重，所以其实我能够来到教会的时间就是非常少，可能5根手指头数得出来。对，所以就是来聚会的时间很少，然后那更不用说就是能够进到团契或是服事的机会又更少。所以当时呢，我高中的时候对信仰其实应该算完全都没有，比如说认识或是知道这个基督教到底在信什么。那当我到大学的时候，我是去台北读书，然后当时我觉得，我在外地读书了，那应该会有比较有自由的时间，然后应该就可以去教会了吧，就可以回来迦南教会。但其实这个想象中很美好，就是你上大学才发现，哇，大学就是教会外面的生活就是很多的乐趣，然后多彩多姿，所以根本不会考虑到的是要去教会这件事。对，所以我上大学，然后其实也没有回来迦南教会，然后也没有去当地找教会，所以就是很长时间都是，比如说都是把时间花在学校，然后将社团，然后打工，然后剩下的时间可能都是在宿舍里面，然后跟室友就是耍废打牌，就是这样过了很长的时间。对，那我当下也觉得这样的生活还蛮好的，就是非常快乐，就是整天就是跟室友，然后决定要不要去上课。好，不上课的话，那我们再多睡一下，然后吃完饭之后就回来打牌，就是这样，是很欢乐的一个大学生活。然后我也觉得很赞。我那时候的目标只有就是，我不要延毕就好，就是能够每一科都大概60分及格，然后不要延毕，准时毕业就好。所以这是那时候我的目标，就这样而已。然后，但这样的欢乐的时光呢，其实就是过得非常快。然后这快转的是快到了大4，然后快要毕业的前夕。然后当时呢，其实虽然我刚才说，就是我在那个就是跟室友都是很常在打牌，但其实我都会趁着那个我去台北读书的时候，我还是会排几天，比如说2周一定会出去看看台北，比如说去红毛城，这样就是看看台北的地点，那就是有点像散步，然后跟探险这样。然后，那这个故事呢，就是在毕业前的某一个我想要去探险的日子，然后我就决定，好，我今天想要去比较远的地方走走看看。然后，但是当下还没有决定要去哪里，所以就是只好先搭上火车。之后想说边搭，然后边看，之后觉得哪里适合，我就下车，然后去晃看看就好。然后就这样搭着跟走着，然后在我有意识，就是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才发现，我现在回到桃园了，而且是回到迦南教会的门口，就是那个49号骑楼那边。然后就觉得，我怎么回来这边了？然后当时也觉得，好吧，来都来了，那就进去看看现在那个教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是其实那段就是我在这次就是刚才说那个回过神来到教会之前，其实可能有1-2年都还没有回到迦南教会，所以其实对里面可能发生的事啊，或是可能改变，其实都不清楚。所以就是想说，抱着一个参观的心，然后我就这样踏进去教会。然后当下其实我也怕很尴尬，就是怕遇到熟人，然后就问我说，为什么你这么久没来教会？所以呢，就是我踏进那个49号的时候，然后马上右转，然后走楼梯上去，然后就上2楼，然后说找一个没有人，是尽量避免与人接触的一个路径，然后就是探险去，然后去2楼看看这样。好，那时候在礼拜堂2楼的外面那个墙上有一个活动，叫做祷告树。
就是可能比较久以前的人会有印象，就是那个活动就是有一个主办方有先贴一个树干，然后那个可以用自己的那种对一个那个小贴纸便利贴，对，便利贴，然后你写上你自己的祷告，然后你写完之后呢，就把它贴在墙壁上，然后最后会形成一个像大树，然后就是变成祷告树，然后大家为彼此上面的内容祷告。对，所以呢，我当下就看到那个活动，然后我就拿了一张那个便利贴，然后我写了2个字，然后我写回家，然后那个家是迦南的家。对，然后贴完了之后呢，我就贴完，然后我就那个转回去那个礼拜堂，然后看着那个十字架里，然后就说，那就求神就是帮助我能够回到这个家，然后阿们阿们，然后我就下楼，然后离开，然后就回台北了，就是这样结束一个那个临时起意的行程，然后就回台北。好，那这个行程结束之后呢，其实我也没有多祷告，或是比如说真的有为这个回家这件事，比如说多想或多考虑，其实没有。然后就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回桃园。那回桃园之后，其实就是第一件也是想说要找个工作，然后也找个比如说假日可以打发时间的一个事情。然后那就是找完工作之后呢，然后就是也发现就是教会就是可以来教会，就是那时候就会想说，星期六有聚会嘛，也有团契，那就是可以来教会看看，就是看能不能多认识人，然后多找些事情做，就是像打发时间这样。然后就是鼓起勇气跟家里提说，我这个周六想去教会看看，可以吗？然后没想到就是家人其实家人都说 OK， 然后就是想说既然这么难得，就是原本以前都会很反抗的，但是这一次都没有，就是都说很开放，想说就是那二话不说，就是我这个礼拜就要去，然后就回到了那个迦南教会做礼拜。对，那时候呢，就是回到701，然后做了回家后的那个第1个礼拜，然后现在去回想，其实比如说对当天的内容或是流程，或是敬拜这些，或是牧师的信息，可能都很模糊，没有都忘记了。但是对当下就是大家的欢迎，就是很多人其实会关心说，你之前去哪里了，或是毕业了如何啊，找工作找怎么样，就是会对大家的关心跟问候感到温暖跟开心，所以就是有点像真的有被招待，然后跟回家的感觉。所以就是当下觉得，原来这样的氛围或是这样的感受是我喜欢的，就是我觉得很温暖，然后也算这心中有一个从心里来的快乐跟喜乐，然后就会希望说，那我不要再跟以前大学的这样，就是整天就是比较颓废的过日子，就是觉得很快乐而已。就是我想要从心里能够喜乐的感觉，就是这种快，就是比较快的不乐，就是能够比较来自发自内心的喜乐。所以就是我先有这样的感受，跟我这样的决定，然后就跟家里说，就是那我希望我们可以每个礼拜都去教会，然后从稳定聚会开始，然后去小组，对，然后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就是可以比较多，比如说让家里也放心说，我去教会在干嘛，然后也知道，就是我自己来教会之后，我要做什么事，比如说就不是只是来玩乐或是找朋友而已，而是比如说要如何去认识，比如说像读经或是祷告，就是一步一步的去装备自己，然后也在活动中可以认识信仰跟认识自己。对，所以就是从那次回家，就回来做礼拜，然后开始这样的生活之后，我就找到自己在教会，然后跟自己生活上的动力。所以就是很感谢神，就是在我那时候回来那个回来那个2楼礼拜堂那个祷告书那个祷告，然后带我回家。那最后呢，就是想给大家一段经文，就是它记载在以西结书34章11到12节。然后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然后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他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然后我也必从那里救他们回来。然后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见证，然后也祝福大家都能够，比如说找到回家的动力，然后也能够在这个迦南的大家庭有满满的祝福。好，将一切荣耀归给神，谢谢大家。
好，请跟你旁边人说，你的小小祷告，上帝都会大大垂听。你的小小祷告，上帝都会大大垂听哦。我们再次用掌声来谢谢陈汉他的见证还有分享。我相信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只是轻轻的祷告，好，或是没有刻意的祷告，但是呢，当你事后再回过头来看你所做的祷告，其实上帝都很认真在听。有时候你跟你的爸爸妈妈在讲话，他可能一边在看电视，一边在滑手机，一边在煮菜，他没有这么认真在听你讲话。可是呢，上帝呢，他却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圣经常常用一个形容词说，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好，这个垂听呢，就是上帝会这样子会低头，好，他会把他可能高高在上呢，他会垂下来，然后来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你的小小祷告，好，上帝会大大垂听哦。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是在以西结书第14章，那是1到7节。好，那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请。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献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献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第5节，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又把献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我们一起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上帝与偶像，上帝与偶像。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周6的晚间，再次来到你的殿，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也听见陈汉执事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小小的祷告，但是上帝你要大大的垂听。主啊，也求你使用我们小小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为主来成就美好的见证，还有祝福。也愿上帝你今天的话，能够再一次借着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听懂明白，能够进入我们的心，进入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孩子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讲牧师的信息是以西结书，上礼拜讲到那个急难救生包。那这个急难救生包是先知以西结要告诉那个时代的人的一个行动，就是已经说了又再说，但是呢，大家的耳朵好像自动会消除，自动会左耳进右耳去，右耳出。所以上帝呢，他就用演的，让你看了看不懂，所以你会想要继续看，然后看了不明白，你会想要继续再去了解，到底这在做什么，在做什么。上帝也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吸引我们，好，让我们知道他所要做的事情。而偶像，这个偶像呢，通常在中文当中的翻译，其实不是中文，在英文当中的翻译 idols， 也是有这2大方面。什么是偶像呢？偶像呢，就是一种代表是可能因为人所受到的他的魅力，然后受到人的崇拜，所以呢，特别是在演艺圈当中。那他就有很多的粉丝，就有很多的偶像。我不晓得你现在有没有偶像哦？我小时候的偶像呢，就是这个很小的时候是李小龙，李小龙。那李小龙穿那个功夫的样子呢，然后这个双节棍呢，那就哇，他就成为了偶像。后来长大一点了之后呢，就是这个成龙，成龙呢他也会这样翻啊滚啊，然后呢甚至
有一阵子台湾这个电影是《好小子》，可能你们可能没有听过但是那几个小朋友呢，年轻人他们的功夫身手真好他也成我们那个时代当中这个我们的偶像，那就是呢他能够除暴安良但是呢随着后来越来越大这个上了高中上了大学，这个偶像就不太一样从以前的小时候的动作武打，到后来就是很会演戏很会唱歌所以到我们读书的时候，这个曾经我的偶像呢就是这个陈升，有没有听过这个人陈升然后呢他的徒弟那个伍佰欧巴也是成为我们的偶像但是没有那么疯狂没有很疯狂说会去追他们因为家里面也不允许时间也不允许这个6日呢都会在教会所以也没有太多去追逐偶像的机会。但是呢，偶像呢这个字呢也常常会用来指神明你心里面的一种寄托，所以你会把它成为是一个你安定的力量成为一个你崇拜的对象甚至呢这个金钱能够带给你安定这个名誉名声能够带给你安定的力量，它也会成为你的偶像那在演艺圈当中有很多的偶像，我想这个大概不用我解释上面这些照片呢没有一个我讲得出来他们是谁完全不认识但是呢我只知道说他们对年轻人的吸引力真的是不得了。在我来看呢几乎每个都长得一样然后我只能够分出男生女生顶多他的头发有什么不一样。可是呢这些偶像呢他的粉丝呢在他圈到的粉当中呢这个1、2、3、4、5、6、7每一个人的年纪，每一个的星座每一个的身高，每一个的体重他的兴趣嗜好都能够倒背如流如果考试可以考这些呢我相信很多人你可能会因为这个拿很高分可是呢考试通常不太考这一些。但是它会让你看到粉丝看到偶像的时候呢它会让你为之疯狂我没有机会去参加很多的演唱会但是我有曾经看过这个影片当中看到偶像，当你看到你心目中的偶像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如果有一天你心目中的这个明星偶像突然出现在你面前我不晓得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我看过有的人会瞬间晕倒然后呢真的有的会让他没有办法呼吸他真的会瞬间晕倒以前这个 Michael Jackson 他非常风靡的时候呢，他去的演唱会那前面都有一排的栏杆那每一个粉丝在前面喊叫他只要能够参加他的演唱会他这就是他一生最大的这个的愿望然后他可以在整个演唱会当中尽情的释放，就是好像他就是他的救星一样。但是这些演艺人员呢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人万一哪一天你不小心你成为一个偶像在我们迦南教会当中也曾经出现过一个艺人是一个家生长老的妹妹那她也是去参加了歌唱比赛后来就被挖掘然后就进入了演艺主持那成为这个演艺圈的当中那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呢通常这些你万一哪一天你成为一个偶像的时候你会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当中因为这个对你来讲实在是太不方便了因为你走在路上你去到哪里都会有人认出你其实有时候牧师去爱买的时候都要怎样也都要很小心会不会遇到人像昨天我跟家生长老去爱买吃饭然后呢就在那边就是东看西看会不会遇到人结果这个念头才一想一转完之后呢果然就罗约就从前面走过来这样子不过他已经转出去了那但是呢就是你都会有这种说会不会在哪里认出来，有时候你去那个地方都没有人认出来你的感觉像刚才陈汉他也希望说他来到教会呢回来第一次想要回教会的时候不要被人家认出来这种感觉。可是当你成为一个人家都认识的时候，你要过的生活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生活，你几乎是没有隐私你的或是不论是偶像或是政治人物，你的很多的事情你过去的事情通通会被人家挖出来，所以
现在这些偶像们呢，好，其实都要从小栽培，好，他要身家清白，好，然后他要没有这些的坏习惯，好，他要保持清新好的形象，好，然后他一定要在学校当中，好，不能够有这些的不良的记录啊，好，因为他要经得起粉丝的检验，其实在满足人的一种好虚荣，满足人的一种期待。但是有一些偶像呢，好，你看到偶像，好，他怎么可以挖鼻屎呢？啊，你看到偶像他怎么可以去上厕所呢？啊，这个是牧师界的笑话啊，就是牧师常常在一起都会拿着笑话出来讲啊，就是这个有一天牧师在上厕所的时候呢，好，一对父子就进来，好，然后那个小孩子呢就问爸爸说：“哎，爸爸，我书买棒流。”好，这个牧师也会尿尿，好，因为这个小孩子呢以为这个牧师就是像神一样，好，他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好，他也不晓得说牧师也是人。但是这是一个堆造出来的我们的想象，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能够扮演完美的角色啊。哦，虽然有很多的艺人很棒哦，好像那个不可能任务那个叫什么名字？汤姆克鲁斯，哇，他到了60几岁，好，他要维持健美的身材，好，然后他要保持这么茂密的头发，好，然后还要保持这么好的体力，好，他是非常的尽力啊。但是再怎么样，到他70岁，到他80岁、90岁，他还有办法能够维持这样的形象吗？其实是不可能的。好，但是我们除了演艺圈的偶像，好，在我们的生活圈当中的偶像更多。过去的偶像，好，是你拿来膜拜，好，拿来崇拜，拿来敬拜，跟他求，跟他祷告，好，恕我家，恕我亲，好，恕我欠钱唔免还，好，让我可以跪安丁唔免停，好，就是我这个神明可以保护你，好，让我这个等一下红灯右转的时候没有警察在那边。好，但是我们现在的偶像呢，几乎是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圈当中啊，不仅仅是这个最新的手机、最新的球鞋、最新的这些流行的衣物啊，偶像就是任何在我们心中取代上帝，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神身上转移开的东西啊。好，所以这2行话我请大家来念一次，偶像的另外一个定义是什么？任何在我们心中取代上帝，并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他身上转移开的东西啊，这就是偶像的定义。所以你什么时候会跟上帝亲近？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上帝的身上。祷告的时候，还有就是你想要跟他求的时候，还有就是来做礼拜敬拜神的时候。但是你敬拜神，好，敬拜神当中，你的注意力好转移开了，好，你可能都在看旁边的乐器，你可能都在看旁边的人，你可能都在想其他的事情，或是你可能拿了手机，好，一开始是要看圣经，就看一看呢，不小心就看到有讯息进来，好，然后就开始，就注意力就转移开了，这个东西就有偶像，好，把你从你对上帝的敬拜那个心专注的心就移开了。好，所以其实这个娱乐哈 entertainment 好，娱乐这个字好，娱乐这个字好，它的原文的意思好 entertainment 好，希腊文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你的专注啊，专注。所以娱乐圈呢，好，它就是要吸引你的眼球。他就是要吸引你的目光，所以这些的艺人呢，他就是要装扮，他就是要唱歌、跳舞、表演，然后让你能够把所有你的注意力都集中放在这个身上，这就是 entertainment 好，娱乐好，娱乐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字呢，也可以拿来说是对上帝的敬拜好，敬拜。所以当你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呢，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礼拜当中，我们要去设计礼拜，我们要去设计好我们的敬拜？就是要帮助弟兄姐妹，好，我们能够在礼拜当中，能够把我们的焦点，好，继续的停留在身上，而不会说啊，这个礼拜当中，我们就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到其他的事物上面。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好，除了这些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有包括金钱啊、财富啊、名声啊、成名啊、成功啊、好社群啊、媒体的影响力，好，你的 IG 啊、你的身材啊、你的兴趣嗜好。还有甚至呢，好，先活在物质的主义当中。好，今天，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东西，你只要身上穿着一个 logo，
好，它只要贴的一个符号，好，一个记号，它都可以马上赋予它的意义。好，这个你喝的饮料，你手上拿的咖啡，好，或是你背的包包，好，你用的这个笔，好，它都可以赋予很多的意义。好，但是这些它只要一个 logo 出现，一个符号出现，它都可以吸引走你的注意力，而就让你减少注意力在上帝的身上。所以这些的东西呢，都在吸引你。好，所以whatever you love more than God is your idol。只要你对一件事情对它的注意力、对它的焦点超越了神，它就成为你的偶像。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当你的焦点超越了神，它就成为你的偶像；当你的焦点超越神，它就成为你的偶像。这个偶像呢，好，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是被环境所塑造出来，但是上帝呢，却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必朽的人呐，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读过第3节，必朽的人呐，这些人迷恋偶像，跟从偶像，堕落犯罪，他们还以为我会回应他们吗？其实我们生出来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认识神，好，但是呢，你生出来的时候，你也不认识偶像，好，你生出来的时候呢，好，你的偶像呢，就是给你奶喝的那一位，好，你的偶像呢，就是可以填饱你肚子的那一位，好，就是好，上帝的设计安排就是你的妈妈，好，然后再来就是照顾你的父母亲，他们会成为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偶像，但是这个偶像呢，好，会在你随着你伴着你年纪的成长。你会渐渐的知道说，你的爸爸妈妈跟你一样都是人，你的爸爸妈妈并不是完全或完美的。而当你认识这样的事实之后呢，你会去寻找更完全、更完美的。好，但是有一天，当你能够认识原来世界上能够真正完全完美的是神，你就能够知道说，原来神才是我真正敬拜的对象。但是上帝要人不要拜偶像的目的，他说我这样做。是要使以色列人不再离弃我，不再犯罪而侮辱自己。这2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上帝不希望你认别人当作上帝，上帝希望你认识他，把神当作神，把上帝当作上帝，真正的把应该得到的尊荣，应该得到的赞赏，通通都归给神了。好，所以接下来牧师要分享，在你跟我都会遇到的至少有10种的偶像。第一个偶像就是你自己，跟你旁边人说，你就是自己的偶像。小时候我们就说，不要说我是偶像，我是呕吐的对象。这是我们国小的时候的对话。偶像，然后就说，你是我呕吐的对象。这就是我们国小的时候的对话。但是呢，偶像通常就是你自己，因为人会有自我迷恋，你会想要照镜子，你会想要去审查你自己，然后呢，发现你自己有没有影响力。像我的女儿小时候说，为什么走在路上的时候，人家都一直看我？然后我的儿子小时候就说，为什么坐在车上的月亮都一直跟着我？他就会因为我们年纪小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很有限，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每个事情都是为着我、冲着我。可是当你越来越认识、越来越长大，哇，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你所想象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我们对这个世界认识是非常的有限和渺小。但是呢，迷恋自己不是坏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你会欣赏你自己。这是正常的，跟你旁边说，欣赏自己是正常的，不欣赏自己是危险的。有的人很讨厌自己，有的人不欣赏自己，但是他出生的时候根本不会这样，他是在后天的环境当中，或是在被别人的伤害当中，越来越不欣赏自己。但是上帝的设计、上帝的塑造是，你要好好的欣赏你自己，因为你是上帝所造独一无二的。但是当你欣赏自己，眼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的时候呢，你会让这个自我呢变成了骄傲，你会让这个自我呢超越了上帝。所以你要可以爱自己，
但是不要让自己成为心中的偶像，把自己看得比上帝还重要。所以这是每一个人第一个都可能遇到。第二个呢，你的偶像就是安全，就是安全感。什么是安全感呢？安全感就是可以活下去。好像你开始，如果你在工作，老板说下个月开始好要放无薪假，这个安全感好就不安全感就会开始产生。好，如果爸爸妈妈说这个月的零用钱要少给你，好，因为爸爸妈妈好这个月要花比较多的钱，好，你那个不安全感就会开始产生。好，当你开始呢觉得哇这个很多的同学好都生病了被传染，好，你就开始会有这种不安全感。但是过度的追求安全感呢，好，你会变成一种的偶像，就是会害怕，这个会不会让我不安全？好，这个会不会让我有危险？这个会不会要我的命？而这些不安全感呢，它就会让我们失去信心，不是建立在上帝的身上，而是建立在这些东西的身上。譬如说，汽车装了安全气囊，就是让你在开车的时候呢，能够安全平安。所以有安全气囊的车呢，你就敢开快一点；没有安全气囊的车呢，你就想到说，在撞到之后，你就头要直接撞在那个挡风玻璃上面，没有个安全气囊可以挡住你的时候，你就会害怕。但是这些东西它不能够取代，而是真正的安全还是要来自于上帝。所以当我们在追求安全感的时候，你要小心，不要让它成为你的上帝。要知道，上帝才是真正提供我们安全的保障。所以跟旁边说，上帝才是我们安全的保障，上帝才是我们安全的保障。所以怎么样让上帝成为安全保障？就是你要相信他。第三个，我们的偶像呢，就是追求认同感。这个认同感就是，有没有人认同我？有没有人欣赏我？有没有人站在我这边呢？这个是我们小时候都会有这个，为什么班上都会有这个小圈圈？你要跟我当好朋友，不要跟他当朋友。然后呢，就会常常说我跟你分享我的秘密，你要跟我分享秘密。这样我们就是好朋友。所以这个台语呢，就有一句话说：我跟你讲，你别跟他讲，你若跟他讲，我就不跟你讲。然后就会这个一直讲个不停。就是你会想要得到人家的认同有人了解我你好懂我，你好知道我。所以有时候小女生遇到那个有人懂我，她就怎样心花怒放。所以有一些骗感情的这个很会骗感情，他就是很会去读女生的心我知道，对，就是这样，我也是然后呢，这个女孩子就会对，你怎么知道？我也是你真了解我，真懂我有的男生比较笨的你说什么？不懂然后他就没有这个女孩子会跟他在一起。有时候我们是透过这种被认同会去吸引人家。我们需要被人家喜欢但是你这种追求被喜欢，比看得比神还重要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就是你会马太福音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爱那个。到底谁才是你所认同？你比较在意上帝比较怎样看你，还是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在我大概是读大学的时候，以前我真的是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所以因为小时候长得不怎么样，然后也长得不高，体能也不好，所以呢觉得自己是很没有用。可是呢，到了大学之后，就是渐渐长高。可是我后来渐渐学习到说，我应该上帝怎么样看我，比别人怎么样看我更重要。所以有一次去参加教会的联谊，那一次联谊当中呢，有个题目就是说，你给你自己打几分？你给自己打几分？我就写了100分，就写了100分，然后每个人都分享，然后轮到我分享说，前面没有人写100分，每个人都是写不同的分数，只有我写100分，然后就说为什么你写100分？因为我就写说，因为我觉得上帝看我是100分，我觉得上帝看我是100分，所以我不会怪上帝说，上帝，你怎么把我的耳朵造成这个样子，把我的眼睛造成这个样子，把我的鼻子、嘴巴、牙齿怎么造这个样子？应该这样子会更好。但是呢，你要知道上帝怎么样看我，而上帝觉得我是完美的，你是特别的，而你就不需要从别人的身上得到认同感，
所以你要告诉你的孩子，特别是告诉你的女儿，哦，你很棒，你很特别，她不需要别的男生好对她花言巧语，她才觉得自己很漂亮。她不需要浓妆艳抹，好，不需要把自己画的变成这个另外一个偶像少女，她才觉得自己才会有人欣赏她，而是她素颜的时候，而是她原来的样子，就是上帝最喜欢的样子。所以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你很特别。再对他说，你是上帝眼中的100分，你是上帝眼中的100分。当你需要去追求别人给你打分数的时候，那个分数就变成你的偶像。第4个偶像就是关系啊。这个关系呢，好，就是像母亲太过依恋女儿，好，把这个女儿看得很重要，特别是单亲的妈妈，好，然后呢，她没有先生，好，然后失去了依靠，她可能把她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女儿的身上，好，但是呢，好，最近牧师也去探访一对老夫妻啊，他非常的爱这个女儿，好，然后为她准备好一切，甚至这个女儿都有房子，好，然后他甚至把他所有的遗产，好，通通都已经分给了孩子，分给了女儿。可是呢，他发现这个女儿，好，居然不理他，到现在已经1年都没有跟他联络。去年的母亲节，好，说你要不要回来，好，然后他的女婿，好，已读不回，他所以非常的难过。他非常的失望，说：“我这么样的用心对待我的女儿，但是她怎么可以完全的不理我呢？”但是牧师也是劝告他说：“这个女儿有她不对的地方，好，但是你也不要把你的心全部都放在这个女儿的身上。关系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把你所有的关系放得比神还重要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人是无法填满人的内心，人是无法填补人的内心。这句话你可以记下来，好好思考。如果你想要找到一个人，然后用这个人来住在你的心中，让你觉得人生很满足，最后你找到这个人呢，他会让你失望。你会发现这个人也有他的软弱。就算你选到的女朋友，找到的男朋友，哇，真的是偶像，真的是明星。真的是高富帅，但是呢，也会让你有失望的一刻。你看看这些艺人的婚姻，这些明星偶像他们的婚姻，他们找的对象，绝对都是比我们找的对象能够找到的对象更好。你可以看到这些在顶尖名校当中，他们找到的另外一半，哇，都是多金，然后又是这个又是很有学问、很有知识。可是往往他们的婚姻其实也会出现问题，因为他们用人来填补他们的内心哦，而这样子最后呢，他就会像所罗门一样，是这种深深的失落感。所罗门就是高富帅，又帅又聪明，又有钱又多金，他可以同时记住300个老婆的名字，后来他又娶了700个妃嫔，所以他的后宫呢有1000个人。就算他有盖1000个房子，1000个房间，每个老婆都有一个房间，他要夜夜寻欢。可是呢，最后你读所罗门所写的传道书，没有一个人能够真的满足他的心。就算他从遥远的阿拉伯、遥远的伊索匹亚、遥远的不管是哪个国家找来的美女，但是最后呢，他是没有一个能够满足他的心。而真正能够满足他的心的上帝呢，他却遗忘，他却失落。所以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你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与神的关系，你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与神的关系。所以 priority 就是第一个是你跟神的关系，第二个关系是你跟谁的关系？要不要猜猜看？你觉得第二重要？好，第一重要一定是跟神的关系，第二重要关系跟谁的关系？考考大家。另外一半还有没有？自己，很棒。第二个重要就是自己的关系。如果你跟自己的关系不好，你跟谁的关系都会不好。这句话我再说一次：如果你跟自己的关系不好，你跟谁的关系都会出问题。你只要光自己一个人坐在那边，你就开始讨厌自己，想一想就开始觉得对自己没有信心。你对别人也会这样。就算你旁边的人很棒。很有能力，很有才干，他很聪明，可是跟你在一起久了，你也会用对待自己的方式来对待他。
所以圣经说，第一个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怎样？爱人，然后呢，如己，爱别人像爱自己。所以你第二个关系一定要先会爱自己，你会爱自己，你才会去爱别人。那我再来考考大家，第三个关系是什么？父母，还有呢？另外一半，好，对，另外一半，好，这次木轩说对了，好，给木轩掌声鼓励一下。第三个关系就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伴侣啊，好，所以你跟父母的关系呢，会排在第几？要不要猜猜看？你跟父母的关系，第一是神，第二是自己，第三是伴侣。啊，你的父母会排在第几？如果你这个关系没有顺序排对的话，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很难呢。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很辛苦。你跟你父母的关系呢，会排在第五。第四是谁？啊？对，第四就是你的孩子。第四就是你的孩子啊。第五就是你的父母亲跟你的兄弟姐妹，再就是你的朋友。这个关系的顺序，你要先排出来，你才能够知道说，我应该要把上帝放在第一，所以我应该用我最多的时间来跟上帝建立好关系。第二就是要跟自己建立好关系，第三就是跟我的另外一半，第四就是跟我的子女，第五就是跟我的父母亲跟我的家人。所以当你知道你的父母亲、你的家人是在你的第五顺位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啊，爸爸妈妈，你就是我的第五顺位所以呢，我前面还有很多关系要去建立。你的父母亲听了会很不高兴，但是他会明智的父母他会祝福你说，孩子啊，你长大了，没有错，这就是你人生的责任，这就是你人生的功课，这就是 go for it， 这就是你该做的，你就是该为这些事情去努力啊。第五个会影响我们跟神的，成为我们的偶像，就是你的成功、你的事业，就是你的 career。这些人会用职业，会用成就，而这些职业成就呢，会让你越爬越高。但是爬得越高，就会摔得怎样？摔得越重。当你爬到人生的巅峰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怎么样下台。所以上山跟下山，哪一个比较危险？很多的山难都是在下山的时候发生的，就是在这个下山，他说哦，我已经完成了，我已经登顶了，我已经拍照打卡完了，然后他就失去那个注意力。所以很多是在下坡的时候发生危险。所以你人生登到巅峰，但是你还要知道，你巅峰之后是最危险的，之后在后面，前面很辛苦没有错，前面你要花很多的力气，要背很重的东西，要往上爬。但是呢，当你真的爬到成功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你要怎么样下台。所以不管你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或是在做什么样的职业，或是服事，包括你在教会当中成为执事、成为长老、成为小组长，我们都有一个任期，成为牧师。这个牧师也很重要，你要怎么样结束一段服事，比你要开始一段服事，你要更有智慧。所以这也是牧师很想要教年轻的传道人、年轻的牧师，就是你要找一个教会很重要，但是你要怎么样离开一间教会更重要。你如果在离开一间教会做得好，那你将来可以很容易再找到教会。但是你离开一个教会做得不好的时候，将来就很难再找到教会。在职场也是一样，你要找一个工作，花很多的力气。我听到一个姐妹说，她寄了200封的这个履历都没有一间要收她，真的很辛苦。但是当你要跳槽、你要转业、你要换职场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不是说我想走就走，我要离开就离开，然后呢不关我的事，拍拍屁股就可以走。因为这些事情可能都会扮演着影响你未来人生当中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事业的成功不是只有一时的成功，而是当你退休之后，还能够成功。所以这是我们在领袖高峰会8月份我们上这个领袖高峰会的时候，常常讲到一句话，就是一个好的领袖，第5级的领袖，就是当他离开这个机构、这个组织、这个团体之后，这个组织、这个机构、这个团体还能够继续成长，你就是一个成功的领袖。
所以台积电这个创办人张忠谋，他退休之后，他的公司还继续在成长，不是这个接班人的成功，是前面他交棒的成功这个我再讲下去太久。好，第6，我们的偶像就是财富，金钱财富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但是呢，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这个金钱是可以用来换永生的，而金钱是要用来结交朋友，跟你旁边说，金钱用来结交朋友，还有金钱用来换得永生，金钱用来换得永生啊。金钱呢，如果你的金钱只是用来满足自己，你得到的钱，通通是砸在你喜欢的电玩啊、游戏啊、喜欢的衣物上面，穿在自己身上很高兴，这就是你的金钱观，这就是你的价值观。但是如果你把金钱投资在我用这个钱，我拿去送东西给我看重的朋友，我跟他结交朋友，这个金钱呢，这些朋友就可以成为我很好未来一起共患难的朋友，甚至金钱可以未来换得永生。所以耶稣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管家，他用金钱，然后呢去改了主人的布置，结果当这个管家呢被主人赶出去的时候呢，这些人呢就可以接待他，让他有地方可以住。他用主人的钱交了很多的朋友。耶稣用这个比喻不是叫我们去做同样的事情，而是告诉我们说，连一个不义的仆人，他都知道用金钱去结交朋友这件事情，我们也更应该要警醒，你的钱都用到哪里去？你的钱都是用到自己的肚子里面去吗？你的钱都用在自己的身上吗？你的钱有没有用来尊荣神呢？你的钱有没有用来奉献给上帝呢？你有没有用你的赚来的金钱，能够让你的神得到荣耀呢？你有没有去分享跟你身边的人，能够帮助他们呢？这些都是让金钱不会成为你偶像的方法。如果你的钱只是一直用来满足自己，最后这些金钱真的都会成为你的偶像，让你把钱看得比这一切都重要。可是你会看过一些用钱很大方的人，其实他们不会被金钱捆绑，因为他们做金钱的主人，他懂得给，他懂得施舍，他懂得去怜悯别人，所以这个钱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工具，这钱对他来讲就是一个资源，他不会只有守住这些钱，谁都不能够夺走我的，而是他能够让钱变成是活的，变成像是流水一样。第7个偶像是我们的健康，你的健康会不会成为你的偶像？会，特别是你年纪大的时候。但有的人呢，为了追求健康，他就不要神了，有没有？很多啊，礼拜天他宁愿去健身房，他也不要来做礼拜，他宁愿把他的钱拿去缴会费，他也不要去来奉献给上帝。他为了追求健康，为了追求自己的身材，为了追求自己的外表和外貌，不想要生病，他会去研究很多书籍，怎么样注重吃，可是他却对自己的灵命的健康一点都没有在努力，这是不平衡的。你的身体要健康，你的心智要健康，你的灵命要健康。所以哪3个要健康呢？第一个，你的身体要健康；第二个，你的心智要健康，就是你的 mind， 你要有健康的心智；第3个就是你的 spirit， 你的灵命要健康，这样才是真正在锻炼健康。否则你呢，锻炼的跟馆长一样，可是呢，一开口都是脏话。这个心智上呢，有的很欣赏他，但是呢，这种以辱骂别人，然后问候别人的老母，一天到晚在问候别人的爸爸妈妈，当作是堆积自己的这种名声啊，成就啊，这是非常的不可取，心智上是很不健康的。所以，当你开始学会讲脏话，而且才脱口成章、出口成章，这就跟你抽烟、喝酒、上瘾一样，很难去戒断，很难去戒断。你就要从你的灵命开始，从你的灵命去拉回来。第8个，你的偶像就是食物了。这个特别在我们今天的台湾，食物是几乎大家的偶像。
大家要追求吃好吃，好，然后要评分，好，然后呢，别人看到别人评分，哎呀，我也要去吃吃看，好，然后呢，好吃出来哦，没有啊，不是这样，好，再去评分，好，每一个人为了吃呢，可以做很多的文章。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人，他是读了一段灵修经文之后，哇，今天的经文我要给今天的经文评分，好，然后读了今天圣经之后，我要去分享，去按赞，好，如果你去读上帝的话，吃上帝的话这么认真的时候，那你就成功了。我不是反对你去吃美食，不是反对你去涉猎美食，但是如果你对美食有兴趣，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去钻研，去读神的话。这应该是今天早上在 A2 上课的时候讲的。其实我们读以西结书，上帝让先知以西结在写这一卷书之前，是拿了一个书卷，这个书卷呢是卷起来的，这样卷起来。这个书卷的正面、背面，好写的各种的痛苦的话，好写的各种密密麻麻，好都是谁啊很痛苦啊，然后很灾难，然后这个书卷呢，好感觉就是吃下去就很苦，那上帝就把它卷起来，然后就塞到以西结的嘴巴，说好把它直接嘟到他的嘴巴里面去，好说你吃吧，好你吃吧。那以西结就只好张口啊吃，就他吃下去之后，他发现这些痛苦的话吃进去变成甘甜哦。好，这是在先知以西结书一开始的时候，先知以西结就写的意象。食物会成为我们的偶像，但是你要学习怎么做呢？学习禁食。禁食祷告，万一你对吃已经回不去了，有一些人味蕾真的是回不去了，他只能够吃美食，他绝对不能够吃垃圾食物，他也不能吃普通的食物，因为他从小到大他出生都是吃好吃的，是什么隔夜的、加热的、微波的，这个他绝对不吃的。你已经回不去了，怎么办？你要操练禁食，操练禁食。小时候我也会挑食，你也会挑食。好，挑食怎么治它？怎么治挑食？还有呢，去当兵。当兵会不会治挑食？当兵可能也会治挑食。因为长官说全部吃光就得吃光。但是我真正呢不挑食呢，是我大学的时候去爬山，第一次去爬山，爬5天4夜。那个背东西上去，在上面累得跟狗一样，当你真的是，说这个领队说可以休息，背包一放下来，你马上就只想趴在地上，都不想动这样子。然后说吃饭了，就煮东西，煮东西你要煮煮很久，然后那个煮得很简单，什么蚂蚁上树，然后呢煮一些食物，可是呢，当你开始吃下去的时候，你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呀，你的味蕾就改变。同样，禁食也是一个奇妙的经验，让吃不会变成你的偶像。所以鼓励你1个礼拜可以禁食1餐，如果可以的话，你1个礼拜禁食2餐到3餐看看，让你可以去接受各种的食物，而不会让吃变成你的偶像。第9个。学问、学位、学历会成为你我的偶像，这个是我们在台湾已经是一个不奇怪的事情。但是为了追求学问，本来是一个美德，我们是要学习知识。可是有的人为了是要那个学位，为了是要那个学历，为了是要那个证明，他用走后门啊，用花钱啊、砸钱啊，但是你学位拿得越高越大的时候呢，有时候那个心里面的空虚也就会越大。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是为了学位，可是有人读圣经是为了拿学位，换得一个学位。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读圣经，他的动机目的只是为了想要得到头上的一顶帽子，而那个帽子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光环啊，光环。但是真正有学问的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连耶稣。他都没有拿过一个学校的文凭，都没有拿过一个学校的学位，但是呢，他的智慧却让人尊重。所以这些学问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呈现，不要让学问也成为做你的偶像。做一个偶像，你要不要猜猜看？前面讲的9个，
好，自我的偶像、安全感、认同感、关系、事业的成功、财富、健康、食物、学问。最后一个偶像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舒适圈哦，舒适圈。舒适圈就是你想要享受，你想要 enjoy， 你想要 relax， 你想要舒适，所以可以舒舒服服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很多人梦想。包括刚才陈汉说，他读大学的时候就是想过这种爽日子，然后呢，当兵的人说想要当一个爽兵，然后呢，去学校的时候呢，就想要做一个最好老师都不要考，然后呢，考试都不会考，然后都可以低空飞过欧趴。我们想要这个台语说金勤课就是找那个轻松的工作做，吃柿子呢就不要吃那个硬的，就要挑那个软的来吃，因为我们想要追求舒适。可是这个舒适呢，也会成为我们的偶像，而且还会让我们的生命被养胖、被养肥。你长出来的肉呢，都是松松垮垮的。或在舒适当中的人呢，他就没有办法从这个舒适圈当中走出来。只要一到没有冷气的地方，他就没有办法去。只要到那个没有坐车不能到的地方，他就不愿意去。不过今年8月我们办了一个卡达恰，那天天气还特别的好。不过发现大家都走出舒适圈很难得，觉得这是很棒、很不错的。有时候骑脚踏车或是你运动去爬山，强迫自己接近大自然，不要只有关在冷气房当中，不要只有一直滑手机，不要只有一直看3C，而是你能够去看看上帝所创造的。刚才我们唱敬拜那一首诗歌，第3首歌，他放了后面那个背景，你有看到吗？你知道那是在哪里吗？大峡谷那表示你没有去过。那是大峡谷的一种没有错，但是它不是大峡谷，它是那种羚羊峡谷。在美国这种峡谷有很多，在拉斯维加斯牧师住的地方附近就有一个像这样的峡谷，但是你需要买票，但是你没有去过那样的环境，但是你去到之后，你会发现很赞叹、很震撼。这个跟你看3C、看滑手机看到那种感觉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到美国大峡谷，去看看，这个峡谷9000万年，9000万年它才能够，这个原来河是在上面走的，它流了9000万年才能够流到下面100层下面去，那么低，你会发现上帝真是太神奇了。9000万年，90年我都没有办法活得到了，上帝让我一眼就看到了9000万年的这个峭壁，这些都是走出舒适圈，都能够走向上帝的创造的当中所以今天牧师讲的这10个，我们来复习。你一边复习的时候呢，一边提醒自己，不要让他成为你的偶像。第一个是，第2个，第3个，第4个，第5个，第6。再来，健康、食物、学问、舒适圈这些东西加起来其实你不用去背它，也不用去记它，你只要知道上帝有没有成为你的第一位。你有没有把上帝看得比这些东西更重要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心中有没有偶像。当你把自己看得比上帝还重要的时候，你就知道偶像就是自己。当你把别人看得比上帝还重要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会成为你的偶像。但是除偶像不是说那我就要除了他，除掉他，杀掉他，也不是这个意思。上帝说他要做我们的神，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的心是要我们回转，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些东西会成为偶像，很正常，很正常。但是你所要做的事情不是去除掉它，去杀了它，而是16节红色的回来吧。回来吧，就是让你的心回到上帝的面前。当你过去是被这些东西所吸引，但是你把这些东西放下来，所以保罗说他已经将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看见耶稣基督就是他一生追寻的目标，所以他把这些的万事抛在后面，把耶稣当作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事情，而这就是他所选择、所活出来的生命。所以透过今天这个信息，透过今天以西结书的经文，主耶稣要成为我们的主，
主耶稣要成为我们的救主，主耶稣要成为我们所敬拜的对象，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回应他、爱他，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来寻求他。神要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奇妙的测试。我们一起从座位上面站立起来，我们要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在我们要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邀请大家来闭上我们的眼睛来祷告。在今天你所听到的信息当中，你有没有听到上帝对你说的话？你有没有听见神在告诉你，回来吧，离弃你心中的偶像？你知道哪一些的东西在你心中，它的地位已经是不可动摇？如果把手机从你身上带走，你愿意吗？如果有一天耶稣说，你愿意为我一天不用手机，你愿意吗？或是上帝要从你的身上拿走100块，说你用这100块去交一个好朋友，请你的好朋友买一个东西，买一个饮料送给他，你愿意吗？或是去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你是否愿意？让上帝掌管你的时间，掌管你的金钱，掌管你的外表，掌管你的事业和学业。你愿意为了上帝把这个课业当作是一个荣耀神的机会，不是只有追求60分、61分，而是说神啊，我要用我的学业来荣耀你，我要用我在大学的生活，用我的课业成绩来荣耀你。这是我对你的敬拜，这是我对你的尊荣。你愿意用你的最好的献给上帝，这些东西神都会悦纳接受。但是如果你是把剩下的才要献给上帝，上帝说你所留下的那些东西都是你心中的偶像。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全心来跟随他。我敬拜你，在至圣地，献上生命当作火祭，主启发我与你亲近。耶稣，我要更认识你，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只是你如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只是你如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我敬拜你，在至圣地，献上生命当作火祭，主启发我与你亲近。耶稣，我要更认识你，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只是你如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只是你如表
将生命献上，为了你。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指示你路，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指示你路，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指示你路，指示你路，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生命。只有主耶稣能够救我们的生命，只有主耶稣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我们所看重的，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知道，这一些的事情都不能够取代神，都不能够取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救恩。有一天我们会明白，在这世上最重要的就是主耶稣所拯救赐给我们的这份生命，是一个不再被罪恶、被死亡、被阴影、被恐惧、被孤单、被贫穷所辖制的生命，是一个能够活出喜乐、平安、丰盛的人生。这是神所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也是只有神能够给你给我的。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明白神的爱，明白神的心意，也让我们都能够全心的来爱他。不论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带着敬拜的心去做，用最好的心去完成，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能够来荣耀神。谢谢天父上帝，让我们今天有这段思想的时间，也求神永远成为我们的神，而我们永远成为你的百姓，永远成为你的子民。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时候我们来献上我们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那也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这时候我们来献上我们的奉献。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儿子是你给你。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层次在于你，收据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亲爱的上帝，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更多认识你的真理之后，有更多分辨的能力，让我们在世界的诱惑及试探中，能够将焦点对准你。也请求你更多的帮助我们，能够单单的因为依靠主而得着心里的富足与喜乐。最后也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供你圣工所用，求你悦纳。以上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我们一起拍手。我们
知神所拣选，神所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器皿，阿们吗？阿门。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将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依靠伤心的人，安慰被爱的人，报告他的恩典将要来到。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们的神所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同在，与你们永远在一起，使你们心中能够除去一切的偶像，回转向神，使神做你的神，你做神的子民，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好，在报告之前，要请大家拿出你手中的这个选票。好，我们要用10分钟的时间，好来完成2次的投票。好，那我们要先请这个张宇主任好来帮我们打开选举的系统。那么今天要做这次的测试呢，好是要让大家可以开始来扫你的 QR code， 请先用第一张第一轮绿色的，好拿出你的手机找 QR code， 好，然后你会看到有13个你会看到320号，好，你来试试看，好，滑滑看，好看你会不会看到320个号码。那我们在上礼拜的投票之后呢，我们有把一些的建议呢，好来给这个开发城市的这位牧师这是一个牧师写的软体然后他有帮我们已经现在呢，你连输入金钥还是要输入金钥对，所以呢，你可以现在呢任意选13位。那这是我们在下礼拜要选举的时候，要来做的，所以先让大家来熟悉。那时候你在下礼拜选举的时候，不是只有你学会，你也可以去帮助别人。有没有人还没有进入到金钥的？那现在在我们的荧幕上面也会同步来显示目前已经有3个人完成了，你们怎么滑的那么快？那在下礼拜我们这个选举呢，会把我们的320个候选名单的名字放上去，然后以及我们的13位推荐的名单会放上去。那这个系统它也会告诉你。那再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
现在有13张。那如果你没有选举权呢，下个礼拜天我们只有1场礼拜，所以下个礼拜六我们这里没有聚会嘛。好，下礼拜六这里没有聚会，那有小组嘛，有团契。会练诗歌这样子。好，一定要练诗歌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下礼拜这里是没有礼拜哦。那我们会请大家来参加礼拜天的和会。那如果你没有选举权呢，也欢迎你在和会当中可以来协助长辈。好，那有些长辈有疑虑，像有一个教会有一个会友，他就会说，这个会不会中毒，会不会泄露他的个资？好，那你也可以拿你的手机来帮他扫这样子。就是说有些长辈不行，那或是他没有手机上网，你可以把你的手机借给他，好，但是要输入他的金钥。好，那我们就开票到这里喽。好，现在有24位完成。好，那我们就来测试，现在3分19秒，我们停止投票。那停止投票，我们现在要来进行开票。好，那你在等待开票的时候呢，好，我们可以再做第2轮。现在第2轮还不行开嘛？不行。好，我们要好，那开票的结果呢？25个有21位都选了彼得哦。好，所以就现在他会出现。这一些已经完成的，好，那这样大家有没有问题？要不要再一次？好，再一次。好，那我们现在呢，把第1轮的投票，我们就先假设它完成。好，那我们再来进行第2轮的投票。好，那你这次不一定要投13个。好，你假设我们主任开始第2轮了吗？还是你要设定？好，太快，好，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是说，那你现在。已经开始第2轮了，好，那你就是设定第2轮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全部都投。所以我们这个电子投票的系统，好，它的逻辑跟它的运作是很直觉。好，第1轮的这个选举结果就在上面出现了。好，当我们在进行第2轮的时候呢，第1轮选举就可以在上面看到报表。好，刚才彼得得到了21票，好，安德烈得到14票，好，那我们甚至可以一直滑下去，好，滑到下面，这么多人都有，311号也有得到1票，好，所以有人滑到最后面去了这样子。好，那这就是我们第1轮的选举的结果。好，现在已经收到13张票了。好，那它这个票数是每5秒会更新，好，每5秒会更新。好，那再给大家30秒的时间，好，你不用全部都选，好，你就勾几个，然后就可以送出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勾到重复的，系统它会提醒你，好，你重复勾选。好，那我们要非常谢谢张玉主任啊，张宇哥啊，他花很多的时间啊。好，在帮我们制作连这个选票都是主任他帮我们裁好的，好，所以我们拍手谢谢张玉主任。好，那最后10秒钟。好，那这个选票呢，它用完之后它就可以回收，你可以留下来做纪念，或是你可以丢掉，那它也没有办法再重复使用。别人减去也没有办法再投，好，那我们就来结束投票。我们现在只花了1分59秒，好，那收到的是28张的选票，那么这时候就可以来看开票的结果。好，现在又是彼得又当选了，好，因为我们刚才没有先把它勾，他已经当选了，好，所以彼得又当选。好，那然后这个报表在下面，它可以列印选举结果。所以以后我们的长职哦，好，如果以后将来教会长职可能要来学这套系统，好，这样才会操作。好，所以我们今年是第1次来示范。好，那主任他已经大概现在非常的成熟哦，好，所以以后我们的长职要把这个系统能够发扬光大。好，那这样以后我们的选举就会越来越顺畅。OK， 好，那我们2轮的选举，好，那就到这里来完成了。
好，那我们下礼拜明天礼拜天还会再有主日礼拜测试啊，下礼拜的合会是9点半开始，9点半开始。好，那我们会礼拜后就开合会，好，那需要大家来帮忙协助。好，虽然你没有投票权，但是也请你能够来，好，来帮助现场，好，现场需要帮助的长辈，好，把你的手机借给他，好，然后告诉他，好，然后让他可以知道怎么样操作运作。好，那我们这边把时间来交给今天的报告是允琪好，来，我们拍手来欢迎允琪。好，喂，大家平安。喂，好，今天有那个新朋友或者是很久没来的旧朋友，有阿斌哥，有一个阿斌哥，哎，好，阿斌哥请起立。好，经理，经理啊，好，李碧，请坐。好，那在开始报告之前，我们要看一个8月底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卡达恰的活动的影片回顾。那帮我关灯一下，谢谢。好，那好，感谢这个应该是一凡帮我们剪的影片，剪得非常好。然后那一天的活动也是大家都玩得很开心，然后可以去外面接触大自然，然后跑跑跳跳、流汗。那好，接下来第一点的报告事项是，欢迎陈怡志牧师回来本会讲道。那陈牧师曾于1988年到1991年在本会的团队服侍。那感谢陈牧师的勉励，愿主纪念陈牧师的辛劳摆上。好，下一点，手机按好吗？还是介于要按。好，2025年临时会员的合会。那我们将在9月28号的早上9点召开2025年的会员合会以及长老执事的选举。那请于9月27号礼拜六之前以书面向小组长或小会书记提出，如果你没有办法来出席的话。然后当天只有1场礼拜。那下面是符合长老资格的候选人，有集会长老，然后黄才之、田处宇、廖松辉、全家里、蒋成模。然后下面是执事的候选人，有朱俊义、杨金柳、林木桥、吴洪泽、陈慈雅、简正聪。然后后面还有一些，等一下没有，是那一张没办法显示。好，后面有宜芳，然后谢信吉、吴荣恩、陈信、蓝恩典、林子轩。好，那这些的候选人可以在49号的1楼的布告栏那边有贴，那可以自己去看这样。好，再来下一点是，本主日将在1点于401教室召开422次的长执会，请长老人执事预备心，准时出席。好，再来是好，再来是松大讲座，9月14号礼拜3的早上10点半到12点有一个松大讲座，然后主题是认识性侵害症状与危机减压，然后讲师是潘函树督导。这个应该会有 Google Meet 线上的
周报上面。再来是桌游自我成长的挑战赛，那这个挑战赛是在9月27号礼拜六的下午1点在401教室举办。那请务必于12点50分之前报到并领取名牌。详细的活动流程跟规则会在当天宣布。再来是健康关怀组原定9月18号礼拜天举办的社区医疗咨询，因为遇到临时会人和会，所以那天的医疗咨询暂停一次。然后中年大学的日语班，然后旅游日语班、手作艺术班、经络养生班、书法班上有名额可以报名。那修满3科有优惠，欢迎可以去洽询詹翠芬长老，詹翠芬干事 ，sorry。好，然后再来是松大将于10月2号礼拜4举办棕色花海观光之旅，费用是1180元含保险，欢迎会友报名参加。好，下一点。好，这个松年大学新竹中会松年市公部定于10月16号礼拜4的早上10点，于台中后里中达美馔餐厅举办重阳敬老的感恩礼拜，然后要表扬90岁长者跟结婚60周年的庆祝大会活动。想要参加的人可以在49号1楼的公布栏报名。那报名费是500元，请于9月28号礼拜天之前交给苏清丽华或是琼代。好，最后是华2区的思语小组的胡连珠姐妹，也就是黄思雨小组长的母亲，于9月19号礼拜5蒙主恩召，享受79岁，愿主的安慰与主的灵与遗嘱同在。好，那再来就是小组时间，请 YC 小组到那边吧台旁的空地，然后嘉青小组在这边舞台左侧。好，谢谢大家。